1993年9月21日，苏联解体了后，俄罗斯的总统叶尔钦下令解散议会参人大会，宣布10议会举行新议会选举。同一天，议会嘛召开紧急的会议，决定停止叶尔钦总统的职务。俄罗斯的政局陷入动乱，甚至也可引起政府军攻占议会。1999年9月21日半暝1点47分，南投山区天瑶地震发生规模7.3的大地震。 造成严重的灾情，全台湾2378人死亡，8722人受伤，经济产民众的财产损失将近新台币3000亿。2014年9月20日，代表中华队的柯淑真参加仁川亚运女子53公斤级野球链的比赛。柯淑真成功挑战132公斤，也让伊的重量总合来到233公斤，打破当时的世界纪录，也摕到迄一届亚运中华队的头一面金牌。